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6月25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通常咱们说房企暴雷，更多的指内地的房企，恒大、碧桂园这些。现在居然香港的房企也在暴雷，而且是知名房企这个香港的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发布了一个公告，公告的内容就是他的钱还不上了。新世界发展一共欠了1500多亿港元，其中320多亿今年就得还清，就是到期但公司账上现金只有210多亿。香港的郑氏家族暴雷，急需875亿救命。这个香港最有钱的家族之一郑家靠珠宝和房地产发家。最近他们的房地产公司新世界发展这个债务到期无法兑付，更麻烦的是他们连32亿美元永续债的利息，也就是大概7000万美元都付不起，只能要求宽限。目前新世界发展最急的最盼的就是要找银行借一笔875亿港元的续命贷款，用来新债还旧债。如果6月底能搞定，那么还能延缓一段时间。如果6月底搞不定，那新世界发展恐怕叫官宣暴雷为了摆脱困境为了凑钱，郑家已经开始甩卖资产，比如深圳的周大福大厦、香港的商场，这些资产都在甩卖，就像王健林一样甩卖他的万达广场，断臂求生那新世界发展怎么会出现这个窘境呢？这个困境呢？实际上房地产开发商都差不多暴雷的房企说来说去就是资金链断裂。资金链怎么断裂呢？就是高周转、高负债，遇到经济下行就这么简单。这个新世界发展也是比较激进的它也这个走的是恒大和碧桂园一样的路子，就是高周转、高杠杆。这个新世界它在香港将 K11 艺术商场从4座猛扩至38座，中国内地咱们占是26座。你把这个理解成万达广场就行了。现在万达广场是什么一个状况，大家心里有数。所以说它这个 K11 广场开的越多，那不就是赔的越多吗？那不就是压力越大吗？2023年内地的 K11 平均出租率仅78%，香港还稍微好一点香港是90%。深圳的 K11 开业首年亏损2.3亿，现在沦为打卡圣地、消费荒地。也就是新世界发展他们郑家他们是赌内地的消费升级，却不幸赶上了消费降级。不光说在内地它的 K11 遇到困境，实际上在香港一样为什么这么说这个今天财经杂志还有这个财新网都刊登一篇报道，叫香港街铺控制率创新高。财新网是这么说的他说零售业不景气，香港4大核心区商铺控制率创最近4年半新高。香港核心区租赁势头仍然十分活跃，大众化品牌、健身中心及证券公司积极拓展门店。说新冠疫情后港人北上风潮持续至今，香港本地餐饮和零售行业面临严峻挑战。6月23日，地产中介美联工商铺发布报告称，截至2025年第一季度末，中环、尖沙咀、旺角及铜锣湾4大香港核心商圈共有897间商铺，控制率高达12%，创下4年半来新高，仅比2020年第3季度末的历史高位低0.4个百分点。这个就反映了香港当前这个商铺的一个情况，控制率创历史新高，那不就说明你这商铺租不出去吗？这还是核心商圈呢，这不遇到问题跟万达是一样香港零售业长期不景气，据港府统计4月零售业销售总额仅有289亿港元，同比下跌2.3%，这也是该数据连续第14个月同比下跌。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称4月关税摩擦影响香港股市，易打击市民消费信心，再加上4月有复活节和清明长假，许多香港市民外出旅游或北上消费，利空本地零售市场。美联旺铺董事江敬明认为，商铺的控制率是否回稳取决于多种因素，除了整体经济环境及旅客人数，还包括新经济模式崛起对商铺租售的影响。他介绍不少业主为了避免
商铺长期控制，会倾向以短租的形式将商铺租给夹娃娃店，就是那个夹娃娃那个机器啊，娃娃机啊，平价零售店来维持人流。短期租赁有利于经营者灵活调整运营，适应市场变化。据中国香港政府统计处资料显示，2024年当地零售业总销货价值3768亿港元，同比下跌7.3%。相关数字既印证了零售业面临的挑战，也被认为是中国香港部分传统零售业持续萎缩的体现。分区域来看，旺角受建材行业撤出影响，空置率再创新高；中环餐饮业受高端消费疲弱拖累，空置率升幅最大。前述4大核心区域内，尖沙咀表现被认为一枝独秀，空置率已有高位回落，显示局部复苏迹象。这个说明啊，这个香港的这个商业和消费啊都不景气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新世界发展面临的压力会更大。这实际上啊，这个新世界发展的这个困境啊，和万达是一样的，没什么区别。万达对吧？现在正在这个死亡线上挣扎。王老板一口气卖了80多座万达广场，也没能解决问题，还要卖，对吧？接下来越卖越难卖，因为剩下的万达广场那经营效益会更差，买家更看不上。当然了，这个香港的这个消费情况啊，香港的楼市，香港的经济情况，那有人说它不好，那就有人说它还可以啊，不全是唱空的啊，或者是看空的。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的这个洪浩啊，他预测啊，香港房价预计会出现5%到10%的反弹，但这个反弹是中继反弹，也就是跌多了它要弹一下，就这个意思。大家看视频啊。我觉得今年的楼价应该企稳了，但如果利率是这么走的话，的钱这么多，那其实我觉得对房价企稳是很有帮助的。那毕竟我们香港也跌了3年多，快4年了，对吧？那么一般来说呢，在下跌的过程中，它还是会反弹一下，虽然我觉得还是很贵，对吧？但是从流动性的角度来考虑，从这个房价这已经跌了1/3的角度来考虑，其实我觉得今年也应该有一个反弹。那所以呢，你看一下，比如说最近我们看到啊，一个非常大的香港房地产开发公司，它开始再融资了 ，refinance 了，对吧？那么所有的中资行好像都 participate 了。那同时呢，你看一下香港的这个地产指数，那地产指数其实是最先企稳的，很有意思。那同时呢，它的这个技术途径告诉你，其实香港地产指数已经从交易的角度来说是可以做多的。所以种种迹象表明就是我觉得市场比我们聪明，对吧？我们看技术图形技术图形告诉你这个价格运行的可能性啊，不是必然性但是这个可能性就是说，它可能已经到了一个下跌的中继开始反弹，对吧？那同时呢，结合这个基本面，比如说我们刚才讲了半天这个利率的下降流动性的充沛等等，还有这个房价自身的本身的调整等等，其实我都觉得香港今年的这个房价呢，应该有一波这个反弹的行情，5到10个百分点的反弹完全是有可能的。对，因为利率非常的低，那大家炒股票挣钱了也可以买房炒比特币挣钱也可以买房，炒金银挣钱的都可以买房，不要忽视了市场的力量并不是因为就是说我们怎么着，就是有钱，所以这个钱在市场，比如说这个炒币挣来的钱，那就是天上掉馅饼了。对啊，那可以拿了炒币的钱去买房也是可以的，所以呢，我相信会有很多资本市场的新贵出现，对吧？那今年呢，很明显就是说人气也回来了，对，所以我觉得房价也应该今年是稍微先止跌再说。这是洪浩个人的看法仅供参考。说这么多，实际上就是说明这个新世界发展现在也马上就要住进 ICU 病房，这个房企暴雷从内地蔓延到香港，这已经说明问题上海世贸建设公司被执行16.4亿元。近日，上海世贸建设有限公司新增3条被执行人信息，执行金额合计16.43亿元，涉及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质押合同纠纷等案件。风险信息显示上海世贸建设有限公司现存70余条被执行人信息，被执行总金额超过298亿元。该公司还存在多条限制消费令、失信被执行人以及中本案件信息。你看这个救楼市救了3年半，这个房企暴雷的趋势不仅没能遏制住，反而还在向香港蔓延根据央行公布的数字今年1到4月居民新增贷款总额已经
与2009年相持平。什么意思呢？就是居民的消费意愿呢，已经回到了2009年，回到了16年前，回到了北京奥运会刚开完的那一年。这是进步还是退步呢？没有消费意愿呢。我们再看2个关于房地产的这个官司啊，这个官司非常有代表性，也非常有意思。这个是中国新闻周刊报道的，说这个招行对保交楼项目资金监管不力被通报，1.3亿保交楼资金刚入账便被划扣，这是怎么回事呢？6月24日，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关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预售资金监管未履责整改的通报。通报显示，福州市保交楼项目世茂云府公馆叫世茂云境啊，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设立预售资金监管账户，开户行是招商银行福州分行营业部，因项目保交楼相关工作未完成，参建单位部分工程款尚未支付，购房人办证开票，税款未缴纳，福州住建局提前函告，要求该行加强预售资金监管账户监管，避免监管资金被划扣。但在鞍山房回购款1.3亿元进入监管账户不到1个小时，该行已协助法院对监管账户所有资金完成划扣，保交楼项目预售资金监管账户可司法冻结，不可划扣。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2025年1月对该行进行通报并要求整改，同时亦积极协调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多次函告法院，云府公馆属于保交楼项目，项目未完税，以及该项目已确认可支付的相关工程款信息，但法院执行账户中的1.3亿元资金仍被华润生国投信托有限公司申请执行全部划扣。由于招商银行福州分行对保交楼项目预售资金监管账户监管不力，造成项目工程款难以支付，业主办证开票税款无法缴纳，保交楼工作无法完成，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现对招商银行福州分行违背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精神行为处以通报，暂停招商银行在福州市新增预售资金监管相关业务，直至招商银行福州分行配合完成上述保交楼后续相关工作。同时，世茂云府公馆权益受损的业主以及相关参建单位可向招商银行福州分行及相关单位进行诉求，同时也可以通过司法途径保障自身权益。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这个涉及大了啊，为什么要把这个念出来呢？简单点说啊，就是福州啊，它有个保交楼项目就叫云福公馆，这个云福公馆的这个监管账户啊就开在招商银行福州支行。那这个监管账户啊，按照这个现在有关规定啊，这个监管账户因为它属于保交楼啊，所以这个监管账户里面的钱法院只能冻结，不能划扣，就只能冻结了，谁也别动，但是你不能从这个账户上把这钱划走。那么巧了，这个监管账户上突然来了一笔钱，大概就是它叫鞍山房回购款1.3亿，一到监管账户，本来这个钱呢要给那个承建商付，要完税，要配合这个业主啊去办这个房产证什么之类的啊，但结果这笔钱啊被法院冻结，然后按照这个福州市啊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说法啊，那是在招商银行的配合之下，法院把这个1.3亿给划走了，那这钱从监管账户就走了，那这个保交楼就没办法往下保了，这个1.3亿没了，下面的工程款都付不了，对吧？这个税完成不了，那个业主啊没有办法办这个房产证。这个福州市住建局认为是你这个招商银行对监管账户啊监管不力，你没管好，你怎么能让这个钱被法院划走了呢？你没有管好钱，所以啊，这个首先是对他进行这个整改。招商银行啊，以后在福州你别想再开什么监管账户，就哪家开发商要卖房子想在招商银行开什么监管账户没门，对吧？你招商银行你也别想着什么再去搞什么按揭贷款，不让你玩，对他业务进行限制。你比如整改完了，你到时候再申请。什么叫整改呢？你的招商银行你得配合这个保交楼啊完工，否则的话，对吧？你以后在这个福州，你招商银行就别参与房地产的项目。同时啊，这个福州市住建局还说啊，你那也没拿到钱的那些施工单位，还有权益受损的业主，你可以向招商银行主张赔偿，甚至可以起诉他。所以这个事就搞大了。这个不管怎么说啊，你怎么分析啊，它都说明保交楼已经到了攻坚战的时候。其实保交楼是越来越难，对吧？这个我们在节目一直说啊，你前2年保交楼相对简单一点，不能说简单，就相对容易一点，因为毕竟还有很多资产可以处置，对吧？这个政府还有很多这个手段呢，游刃有余。
越往后这个战越难打，就是越难啃的骨头啊，都留到了最后。这个保交楼的东西都是狼多肉少啊，大家都在抢你这个保交楼的资金，你这个资产。那个借款方啊，你说这个叫华润生国投信托，他给这个项目借了钱呢，对吧？虽然是这个以前的大股东的或者什么公司借的钱，但是这个项目上他有借款，他当然要把这钱给搞回来，不搞回来他自己背这个亏损嘛。所以大家都盯着你，一旦有钱进账，马上就查封，把这钱划走。这个首先第一个说明这个保交楼啊已经进入这个白热化攻坚战，就是矛盾越来越突出啊，主要是钱少，大家都要回款。第二个呢，为什么会这个事被捅出来？实际上就是也是矛盾激化的原因。这个手心手背都是肉，如果这个划钱的单位是民营企业，那对不起，就这个时候能老虎嘴里拔牙是什么人呢？你看看啊，把钱划走的叫华润生国投信托，这不听着名字你就知道它是央企啊，一边是央企，一边是福州地方政府，那就看谁神通广大。你想想，如果是这个是个民营企业，你能把这钱划走吗？划走了让你吐出来，这个大家能理解吧？可惜啊，这是棋逢对手啊，将遇良才。地方政府、住建局、主管部门遇到的是央企，那怎么办呢？那你总不能说让这个华润生国投你把钱还回来，不还回来我把你抓了，那不行啊，人家是央企啊，所以他只好找这个银行，对吧？是从你这账户上划走的，对吧？你招商银行，如果你不承担损失，你不给个说法，你以后别在我这开展业务。银行也惨了，法院啊把这个执行通知书往银行那一放，你银行就得配合，你不配合可以抓人呐。这个大家知道吧？这个法院强制执行，你银行就得配合，不配合可以把你抓起来啊，你抗法呀。这是法律啊，不是跟你开玩笑啊。那地方政府主管部门那叫行政命令，它还不是法律啊。随着保交楼的深入啊，随着这个保交楼项目越来越难，像这样的矛盾、这样的冲突啊，会越来越多。大家还记得吧？好像在武汉吧，融创的项目，我记得是这个中植下面啊，中融信托对吧？10个亿啊在账上，他不是那个叫什么镇章共管啊，中融借给那个项目，那个融创大概10个亿，完了这个就靠你卖房子回来钱，然后这个钱就到这个共管账户上，等到攒够了他把钱划走，哎，就实现你还款了。结果中融的这个保险箱不知道被谁撬了，里面的他保管的公章证照被人偷走了，然后关键是把他那个共管账户上的钱给划走了，多少亿啊。然后这中融跑去报警，那警方说这个管不了，也不是你的公章丢了，对不对？是融创的公章丢了，也不是你的公章，你报啥警呢？融创都没报警，融创说公章在我这儿没丢。那中融说，哎，我们共管账户上多少钱没了，那也是人家账户上钱没了，跟你中融有啥关系啊？就是你报警都报不明白，完了之后你要不你打官司吧，你这民事纠纷，打官司能打得赢吗？地方政府都要保交楼，把这钱划走是保交楼的。所以你看啊，这个事现在又出来了啊。我推测啊，但是因为我没看更详细的资料，我推测华润生国投这个信托这笔钱呢，跟招行应该有关系。就是这笔钱如果让这个华润生国投拿走了，那招行的损失就少，很有可能啊。然后他就积极配合，对吧？这钱一到账，他马上就通知，对吧？通知这个华润生国投啊，这华润生国投马上就找法院，法院马上就来查封冻结，完了把钱划走。这个反映的都是保交楼已经到了攻坚战的时候，非常难，越往后越难。最后也说明啊，咱们的一个困境，就是你这个时候到底是要依法，还是要按照地方政府的意思保交楼，到底哪个大？如果要依法的话，那法院就有权利把这钱划走，是给债权人发。那样的话，那你的房子盖不起来，很多业主啊，对吧？按揭贷款都贷了，钱也交了，房子拿不到手，这个怎么办？如果说按照地方政府的保交楼，对吧？把房子盖起来，把房子给这些买房的人，那前面的债权人就惨了，他拿不到钱。债权人可是把这钱投给这个项目了，借给这个项目，结果他，对吧？债权得不到保障，那怎么办？按照我们的这个普通人啊，大家的这个理解，那肯定是要保这个买房的人呢。买房的人掏了钱，房子没拿到手，对吧？只有你债权人，那你有钱，对不对？你是大户啊，你是投资人呢，投资有风险，活该，对吧？这就是大家的一种朴素的理念啊。谁让你是地主啊？谁让你借10个亿给他？你有钱，对吧？我们是可没钱呢，我们是贷款买的房子，你得给我们让路，所以有法也不能依了。哎，这个就是现实困境啊，没有办法的事。说到现实困境，下面啊也有一个案例，这个今天很多媒体报道啊，每日经济新闻也报道，还有搜狐新闻啊，很多都在报道，说买的房子烂尾逾期，退房退款且不用还房贷，珠海法院判了，两地法院
判决烂尾楼购房者获退款。前一段时间，江苏省连云港市一法院判决支持烂尾楼购房者退房退款的案例引发热议，被业内认为是贯彻了谁违约谁担责的原则。6月22日，珠海市民张华向媒体表示，他在珠海市香洲区太和中心广场买房时也遭遇了同样的经历，犹如开发商出现资金链问题，项目停工，逾期未能交房，他便向法院起诉了项目公司。珠海市香洲区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显示，2018年8月，张华在太和中央广场购买了一套总价165万元的房屋，其中向银行贷款82万元，合同约定房子于2020年12月31日前交付。然而，直到2022年2月，启航物流也未交付房屋，逾期超过1年。于是，张华将开发商和相关方告上法庭。根据判决结果，张华在太和中央广场的购房合同、房贷合同同时解除，开发公司退还购房款、维修基金，张华已偿还房贷本金、团购费用130余万元，还需负责未清偿的房贷本息。判决书落追之后，银行方面通过合法途径为张华办理了停贷手续，并积极配合提供证明材料。那这个显然啊，法院再一次在韭菜、房奴和银行之间，他支持了韭菜。这个判决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说韭菜你不用再给银行还按揭贷款了。过去的问题在哪儿？问题是这个韭菜啊，跟银行把钱贷了，买房子的按揭贷款贷了，这个钱就进了开发商账户，开发商把这钱挪用了，不知道去哪儿了。完了，这个房子烂尾之后，这个韭菜面临的是你这个房子拿不到手，但是银行是贷款，每个月都得还，你说这个韭菜不就惨了吗？现在法院支持啊，你银行你把钱虽然是贷给韭菜的，但是这个钱是给了开发商，那好了，剩下的钱由开发商给你还，跟韭菜没关系。哎，这么改一下之后啊，这韭菜的担子就轻多了。但是啊，这个上面写的张华，包括连云港那个韭菜买房的，他没有损失吗？他的损失很大呀。这个张华啊，法院判决开发商要赔给他各种各样的费用，一共是130万。这130万是张华掏出去的，要等着开发商还给他。大家觉得太和能还吗？这个就是叫赢了官司输了钱。太和没钱，你等着他破产能还你多少，对吧？就类似于恒大欠你130万，法院判决恒大要还你130万，你还指望能要回来多少？所以说对这个韭菜来说啊，好处就是跟银行这边终于对吧了结了，不用每个月还还按揭贷款，止损了。但是前面的损失对不起没有了，很难要回来。所以说这是叫有喜有悲啊。一般的搞到这一步啊，都是输家，没有赢家。银行也是输家，他这个银行指着跟开发商要钱，要得回来吗？对吧？开发商给不了韭菜，也给不了银行。所以说啊，现在这个楼市还在下行。如果真的有人呢，你有钱，对吧？又特别需要买房，你能扛得起风险，那你最好是买这个现房。如果你要买期房，那最好是买那个央企的，保利啊、华润啊。这个一旦这个你买的房子烂尾，那很麻烦呢，对吧？摊上这种烂事，既耗时又耗力，最后权益还得不到保障。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